到選民嘅支持，成為12年嚟第一位入主白宮嘅民主黨人。This election is a clarion call for our countr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To restore growth to our country and opportunity to our people. To empower our own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ves. To face problems too long ignored, from AIDS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conversion of our economy from a defense to a domestic economic giant. 西方世界嘅盟主美國，既然未能夠建立一套世界新秩序，而佢嘅歐洲夥伴就正係積極咁樣走向大一統嘅道路。共同體12國簽訂咗馬斯特里克特條約，簡稱馬城條約，標誌住12國將會先成立單一市場，然後逐步走向政治同國防統一。可惜呢條路亦都係波折重重。喺英國方面，首相馬卓安今年捱過艱苦嘅一年，由於保守黨政府冇辦法改善經濟，喺4月大選當中勉強勝出。由於英國經濟太差，而德國採取高息政策，令到英鎊冇辦法維持佢喺歐洲匯率機制中嘅匯價，受到全世界投資人士嘅拋售壓力。倫敦政府喺1日之內宣布加息2次，奪得第一面奧運游泳金牌嘅。明就不拉都有限制㗎啦，亦都被講8分01秒衝線得到冠軍。花話佢做成20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蕭陽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總理梅西奇呼籲人民要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00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踏正12點，人民大肆慶祝。跟住，新國會亦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並冇大肆慶祝，政界同宗教領袖有聚會。總理克勞斯話係會盡量維持同斯洛伐克嘅友好關係。克勞斯又話，捷克仍然會繼續自由市場政策，改善國家嘅經濟。無線電視記者蕭陽文報導。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慶祝單以及一國兩制嘅方針，反對一中一台或者係一國兩府。另外，江澤民提到港澳問題嘅時候話，港英當局最近蓄意製造對抗局面，係中國同香港同胞唔想見到㗎。佢希望75/233，優質麻雀牌7分原價285，特價195；6分半原價265，特價185；Playboy 新花真絲領呔原價195，特價98；Manhattan 新花男裝全棉襪原價35，特價17個半。今個禮拜6日一早啲嚟平安同西營百貨買呢。鐵同九廣啲乜嘢人一齊玩劫？包致金話：今次事件牽涉嘅人命好多，港府非常重視，佢會盡快完成中期報告，交俾港督審閱。得到選民已經盡力搶救。你哋有冇喺其他醫院即係要求人手嚟幫手？唔需要，我哋呢度醫院好多，即係唔係當值。Police are making
案得到選民成20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蕭陽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總理梅西奇呼籲人民要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踏正12點，人民大肆慶祝。跟住，新國會亦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並冇打。香咁你啲人地鐵應該係通宵㗎，喺啲咁嘅情況。農曆新年前實施，防止悲劇重演。報告內容並唔會特別針。霸王別是恰當同埋。全為了你，新年進步，無線電視之意。世事有絕對，而家凡買大好軒尼詩 VSOP 憑盒蓋同金屬蓋掩，絕對可以免費換取杏仁2罐，更有機會憑遊戲卡贏埋禮上禮添，包括卡片、收音機、太陽眼鏡、電數卷。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蕭陽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總理梅西奇呼籲人民要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得到選民嘅支持，成為12年嚟第一位入主白宮嘅民主黨人。This election is a clarion call for our countr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of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century. To restore growth to our country and opportunity to our people. To empower our own people so that they can take more responsibility for their own lives, to face problems too long ignored, from AIDS to the environment, to the conversion of our economy from a defense to a domestic economic giant. 西方世界嘅盟主美國，既然未能夠建立一套世界新秩序，而佢嘅歐洲夥伴就正係積極咁樣走向大一統嘅道路。共同體12國簽訂咗馬斯特里克特條約，簡稱馬城條約，標誌住12國將會先成立單一市場，然後逐步走向政治同國防統一。可惜呢條路亦都係波折重重。喺英國方面，首相馬卓安今年捱過艱苦嘅一年，由於保守黨政府冇辦法改善經濟，喺4月大選當中勉強勝出。由於英國經濟太差，而德國採取高息政策，令到英鎊冇辦法維持佢喺歐洲匯率機制中嘅匯價，受到全世界投資人士嘅拋售壓力。倫敦政府喺1日之內宣布加息2次，奪得第一面奧運游泳金牌嘅。明就不拉都有限制㗎啦，亦都被講8分01秒衝線得到冠軍。花話佢做成20大肆慶祝，但係捷克人就感到好無奈。蕭陽文報導。喺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大批群眾喺大除夕晚已經聚集喺中央廣場，迎接新一年嘅來臨，以及佢哋新嘅國家嘅誕生。
總理梅西奇呼籲人民要不分種族，團結一致。梅西奇喺舊年用民族主義做綱領，係贏到總理嘅職位。當時佢答應要實現98年嚟斯洛伐克立國嘅理想。踏正12點，人民大肆慶祝。跟住，新國會亦召開第一次會議。而喺捷克首都布拉格，人民就並冇大肆慶祝，政界同宗教領袖有聚會。總理克魯斯話係會盡量維持同斯洛伐克嘅友好關係。克魯斯又話，捷克仍然會繼續自由市場政策，改善國家嘅經濟。無線電視記者蕭若文報導。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慶祝得以及一國兩制嘅方針，反對一中一台或者係一國兩府。另外，江澤民提到港澳問題嘅時候話，港英當局最近蓄意製造對抗局面，係中國同香港同胞唔想見到㗎。佢希望75至233，優質麻雀牌7分原價285，特價195，6分半原價265，特價185。Playboy 新花針絲領呔原價195，特價98。Manhattan 新花男裝全棉襪原價35，特價17個半。今個禮拜6日一早啲嚟平安同西營百貨買呢。鐵同九廣啲乜嘢人一齊玩劫？包致金話：今次事件牽涉嘅人命好多，港府非常重視，佢會盡快完成中期報告，交俾港督審閱。得到選民，我已經盡力搶救。你哋有冇喺其他醫院即係要求人手嚟幫手？唔需要，我哋呢度醫院好多，即係唔係當值。Police are making 得到選民。新年進步，無線電視之2，世事有絕對。而家凡買大好軒尼詩 VSOP 憑盒蓋同金屬蓋掩，絕對可以免費換取杏仁2罐，更有機會憑遊戲卡贏埋禮上禮添，包括卡片、收音機、太陽眼。設施。剩低嘅衣服鞋襪。10個死者包括13個男人、7個女人，咁其中有2個咧係歐洲人，一個係日本人。咁而傷者當中，其中3個目前嘅情況仍好不幸咧，就係呢熱鬧萬聖節、聖誕節呢啲西方人重視嘅節日，嚟蘭桂坊留連嘅人仲會成千上萬。不過，我哋當時係俾人逼到咧，即係企都企唔到啊！係離咗地啊，行㗎，係行唔到啊，掂唔到地下㗎啦，就慢慢俾人拱低，慢慢人推低咗咯。之後下邊就紮住好多人喺度啦。由於傷者太多，救傷車要多次來往醫院，醫生同埋護士亦都趕到現場協助搶救。救護人員要用咗接近1個鐘頭，至將傷者全部送院。由於現場一帶有好多市民圍觀，警方係加派人手，要啲市民盡快離開。唔好阻礙工作人員做嘢，唔該你哋，請立即離開。混亂過後，街上周圍都見到群眾喺走避嘅時候，剩低嘅衣服鞋。可以喺月尾農曆年期間。